中国的专家最近常常出现伫咱设置海底电缆线的所在，涉嫌调工，把这电缆线拖好长。即阵咱国防部宣布3月24要伫咧屏东的西南外海操演，互人解读是要来反制中国的专家骚扰。不过海军部回讲，这只是一般的例行性操演。 中央强化铺设地带作战，宽翼轮真接出现大海伫咱国海底电线地区，也若风台海轮顶个月涉嫌将海底电线拖转去，政府用国安战及小心来处理。海巡加强监控乌苗弹船只，国军也展现捍卫海上疆土的决心。发布海军司令部空战空协操演报告单，3月24的操演区域伫屏东西南外海，拄好是宽翼轮、保顺号，也个特别轮伫第六海域。那这样子的实际的操演，我相信也能够有效遏阻未来中共或者是其他有心人士来试图来去破坏我国的基础建设、基础设施的这些做法。 国军划定的操演范围拄好甲宽翼轮第六的海域定塔，针对意味真高。海军认称是一般例行性操演，并无实施实弹的射击。立委员肯定国军展现合作力量。 执行任务。也国军强化建军备战，美方倡议甲大海打造真侪地甲警上，经由无人机、军舰、舰舰做一摆消灭台湾的强军。也毋过，即阵国军无人机运用大部分用伫侦察航母，攻击无人机的部分，国产的减伤无人机正伫量产。孙飞弹一行有希望量产，另外也向美国采买金额到300。Otis 600 MV。学者分析，国军无人机的建设必须爱对得着时代，配合陆海空的操演来进行验证。 国内可能还没有做到像弹簧刀或是 Artios 这样子的这种自杀无人机。无人机它可能需要一些技术，它就是这个自主的飞行能力，然后那个自主这个导引武器，然后呢，你要那个把这个目标资讯能够回传，判断是不是可以攻击的目标等等哦。那这些技术可能也都是我们目前这个有待这个突破的。 台海情势严峻，位伫前线的国防部唔敢大意 ，CMD 增加有兵车开伫路的，警方部也考虑敌情威胁，3月开始甲部分非武装的驻守站升级真侪实弹的武装驻守站，加强重要据点的防卫。另外，国防部初稿发布查到强机9架次，其中7架次超越台湾海峡中线，进入北部甲西南空域，加上强南7架，也有2粒空飘的机轨啊侵了台湾，国军拢严密地监控处理。记者综合报道。